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我哋嘅情节，我嘅微波炉啦，做乜嘅呢？因为我根本呀，我教大家用微波炉来出好菜哦。故说我要先拿我嘅微波炉清洁清理。好。 其实吼，讲到呀清洁呀微波炉啊，天气嘅清洁真嘅是非常重要哦。做嘛嘅呢？因为唔但抢啲微波嘅时间嘅水嘅蒸汽会上来，会染到嘅微波炉嘅表面，还个可能啊油啊、糖啊，一啲全部就会接出来。系讲啊，微波炉顺行全部就做到当垃圾，佢就会影响到微波炉微波嘅效果。故所还系爱天气来清洁人嘅微波炉。好。 讲到好，爱清洁呀微波炉啊，听说爱教大家一类当好用嘅小方法哦，就系用酸刺捞水就做得来清洁微波炉，就系呀酸刺差唔多30cc， 好30，太快就好，含个水150cc， 100，再过来50。 然后呀，调好嘅呀酸刺水放到微波炉底度，用大火微波3分钟。含个微波好以后，含做唔得停地拿出来哦，因为要本家嘅蒸汽然后佢全部出来，按样等30分钟过后就做得拿呀逐步继续让微波炉清洁清理。故说等下阿群妹。 就爱用呀微波炉做好食的料理，本太假食咯。其实我吃到微波炉真係亞下人嘅好朋友，當到人會煮飯嘅人就知道講，我用火嘅都咁方便啦，我愛使用微波爐來煮飯。唔過其實微波爐係真正做得來煮飯嘅哦。今日阿 Q 妹就愛來用微波爐來做一出菜，本大家來食，一下就來準備材料。好，大家看到哈呀。 係冷凍嘅飯，因為阿佢妹捱啊，捱真係當難事，捱冇想愛特別愛食飯嘅時間，捱愛當煮一鍋飯，行過煮一鍋飯以後，捱一餐要身體叫用嘅啥喏？故說捱特別買煮好飯以後，捱就會留幾種按樣。 含少少嘅時間就留佢放到呀，按樣嘅密封袋底度，就留佢包起來，包輕，過後就做得變冷凍。按樣下一擺啊，食嘅時間就直接對冰庫底度拿下來，就做得來食了。好，呀下人就來準備材料。一開始呀，蒜頭先留佢，好，拍一下，泡泡啊，好。 香用要用微波爐先來做煸香嘅動作，故說香嘅東西全部放下去，撒下來係蔥頭，蔥頭放下去以後，撒下來係奶油，奶油放下去，還個愛記得咯，味道唔好太呢個，還係愛加一些嘅橄欖油。好，撒下來是呢培根。 呀，培根好，其實也不卡有乜嘅肉，就做得有乜嘅肉，可以講有雞肉啊、豬肉啊，也可以講甚至有人做那個什麼燻鮭魚有冇？也可以講鹹豬肉啊。故說也不卡有乜嘅肉，其實有乜嘅肉就做得，你方便就好，因為呀全部就係藍絲人嘅料理，就像阿 Q 妹咁樣按藍絲。 韓國人愛煸香，故說愛先撈呀，我香嘅東西全部放落去，像呀培根蛋糕，這麼多的油脂按到嘅油，等下啲嘅煸香嘅時間啦，全部就會撈佢煸出來。好，一下就撈佢放到微波爐微波一下誒。噔噔噔噔，好，大火，好，大火。 2分鐘。好，
其实吼，也下阿群妹贵嘅物卡，全部就系亚米包奶油含个培根的香味，因为啊也真经有完全偏香到哦，因为呀培根全部就几件炒炒含个油味几件全部变出来耶，也下就做得牢，也偏香好嘅材料变到台湾地度，等下还会继续讲米包哦。好，接下来就系安尼国菜。其实阿群我平常时冇按好食国菜，唔过吼，因为用呀按样嘅材料，用按样嘅奶油煲饭，其实阿群我系好食咧哦。唔过自家做菜就系有一个好处，硬不卡有乜嘅菜就做得做乜嘅菜，系讲有凤椒味啊、香椒味啊、辣椒味啊，甚至讲花菜啊、芦笋啊，其实一条东西全部咪做得变到椰出菜地度。就要佢切到幼幼，因为煲饭就要完全到饭底度用夹到腔下。好，切好以后咪腔用，然后佢变到亚台湾底度，等下爱米煲用嘅。好。好，变落去以后，接下来就系人家下嘅泡饭。泡饭好，假使讲冷冻下来还啱啱，唔係做得老太熱拿開，然後佢變到盤嘅度方，小口嘅，然後佢米煲一下，本佢軟軟鬆鬆，等下就做嘅然後佢攪攪啊，就做得食了。好，老飯變落去。好。韓國因為也係奶油煲飯，故說因為老佢做有一絲絲的像係老杯那種白醬嘅飯，故說老杯嘅白醬嘅煲飯係用麵粉韓國奶油摳下來炒嘅，故說佢會有一種糊糊嘅感覺。唔過用呀米煲爐佢唔好有糊糊嘅感覺，就做得用呀起司絲來推，佢就會有糊糊嘅感覺哦。好，然後就撈起司絲讓佢變落去。好，接下來咪芎藥愛加嫩，愛本佢有白醬嘅感覺，來加一絲絲嘅嫩。加好以後，再個用大湯匙撈佢攪攪啊。好，像按樣，等下你就會食到當簡單。要當好食嘅奶油煲飯，韓國要當空間哦，因為啊，其實啦，乜嘅材料就到地度誒。好，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因為米煲爐嘅安全問題，故所大家啲嘅米煲嘅時間，雖然從壓出菜120米煲6分鐘，唔好千萬做唔得100米煲6分鐘哦，我分開130分鐘3分鐘來米煲，故所一下阿群妹就愛來米煲 T100。好，有看到阿群妹加下米煲的時間有老高嘅鹹蛋拿落去米煲冇，因為啊鹹高嘅就做得放嘅油啊會煎出來，故所看你啦，有啲人會鹹高嘅，有啲人唔會鹹高嘅。韓國愛提醒大家，米煲的時間啦，聽錯愛用玻璃，冇像肥嘅按用嘅材料，千萬就唔得用金屬嘅，用鐵嘅，像呀銅瓷就千萬就唔得落去。韓國有啲盤嘅啊，可能順後會有什麼金邊啊、銀邊啊，這種盤呢，咩聽錯就唔得拿落去米煲哦，聽錯愛用肥嘅這樣做的，大家聽錯愛記得。韓國啊，有啲人會講到，像呀米煲爐上來安全也係唔安全。其實阿群妹係詳細到睇，因為我卡槍3人聽聽，故所規家人愛暖菜嘅時間，大部分都用米煲爐。嘅米煲爐啲嘅米煲嘅時間就冇去太遠，冇離佢太遠，可能差唔多50到70公分，按樣嘅距離就做得算係安全嘅範圍。因為我頭擺有看一篇報道，就係離50到70公分，按樣嘅距離就係安全嘅。韓國愛米煲結構愛看大家屋卡嘅米煲爐嘅功率冇同樣，有啲人屋卡嘅米煲爐嘅功率可能係600瓦，有啲人屋卡嘅米煲爐係700瓦，甚至有可能到1400瓦嘅。故所愛看人
亚布卡嘅面包炉嘅工地来接听人嘅面包炉爱面包结构。像今本日阿舅妹，人嘅面包炉就是700瓦的，嘅700瓦嘅面包炉啊，我差唔多就系爱面包6分钟，唔过好，按先面包呀。好，3分钟看等下嘅效果係樣嘅。有段時間阿舅妹就先去潛一下我等下愛裝呀奶油部分嘅盤嚟哦。看一下，含係呀，有壓好誒，好。等下吼，因為佢還蠻好嘅，然後就做得老做嘅小口誒整理一下，小口整理一下，好咧，來打開。哇，個嘢先打開來，我一下我先來檢查一下佢底度嘅情形，看佢啊個飯啊有散體冇，韓國奶啊要全部融入到腔下冇，韓國日國菜啊有粟米呀，全部都要來檢查一下。哦，看一下膠啊，哦。其實啦呀，飯啊，我吃到飯已經差唔多誒，不過呀，國菜看起來還蠻易熟，故所要變過去，再個面包100，然後放落去，韓國呀個嘢鹹得，好，再個用大火面包3分鐘。面包好咧，韓國呀下皮起來，香噴噴，韓國有小碌碌嘅呀，貴嘅飯啊同 cheese 啊，韓國呀嫩啊，全部都落到腔下誒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哇，還看得到啲嘅變嘅時間，還看得到 cheese 啊啲嘅甜少嘛。好，真嘅，呀下看起來就差唔多誒，呀下就做得來攞佢調味一下誒。好，先來加啲嘅鹽，好，接下來再個鹽一啲咧胡椒粉，哇，呀下呀味道吼，皮到我肚絲本來就幾件動搖誒，呀下行開搖誒，好，再個嚟攞佢攪啊，好，很香哦。呀哈，就做得老佢裝到盤呢，肚好的很矮就做得生矮嘅飯呢。好，裝落去。好，味道愛本件吼，看起來有這種啲高級嘅傳統式飯的感覺啊，加一啲咧這個意大利嘅香料。好。把佢烚香，我上菜我嘅沙拳在捏，好，肚子搖到都唔掉誒，我嘅烚食飯呢，耶！哇，我吃到真嘅愛當感謝飯面包爐嘅人。因為有佢發明一項東西，我這樣做得很簡單，就做得食裏頭很好食的奶油包飯。實在係太好食了，你要等我搞錯我吃飯啊！繼續吃飯了，拜拜。